民進黨新北市長的參選人蘇巧慧今仔日證實，講前總統蔡英文已經同意要做伊競選總部的主委，所以未來不管是線頂，或者是實體活動，攏會當看到小英的身影。講李四川面對着對手拍出着總統牌是無咧驚，伊講伊一定會甲新北市29個行政區行透透，伊講伊的大卡永遠攏是新北市民。 這兩個櫃子是不是都幫我們填滿一下？我們可以開清單。懂了。邀請小英總統登後頭厝，這是2019年前總統蔡英文競選新北市長的總部，今麥由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傳承。這邊唔那甲抗死小的獨化保會，佮親身做競總主委。小英總統其實在很早之前呢，當我去拜託他，這次是不是可以請你來擔任我的競選總部主委？其實小英總統真的就是一口答應。蘇巧慧佮預告。 未來不管是劉康正、上強主委，攏陪伴在身邊。他甚至不只是答應擔任我的主委，而且還幫我錄製了《新時代新市長》這樣的片尾。未來呢，大家也會在很多的線上或者是實體活動，可以看到我的競選主委小英總統。新時代新市長。 新北市長，請支持蘇巧慧。進前個道路競選口號有關蘇巧慧選戰的氣勢，即當陣對手國民黨參選人李四川透早來口照燈仔天後宮拜拜。面對蘇巧慧拍出總統牌，李四川老神在在，強調家己手腕臂懸，行立基戰。我的大咖就是新北市404萬的市民，我一定會走遍29區，更深入的了解現在29區裡面到底需要的是什麼。新北各地走透透，地球對決總統基本選，新北戰局愈戰愈烈。